你们大爷叫你我客栈，那客栈方面话很有名的，都怎么客栈方面话？你我是客栈。哒哒滴哒哒，09，今後，今後，錯，做這，這，買本剪在別標，買本剪在別標。別標，看來你不熬煮牛內醬，站在做這，你不熬煮牛內醬，你不熬煮牛內醬，牛內醬哈，09，今後，做這，買本剪在別標，微波熬煮牛內醬，09，今後，它叫景心，就是防着，不这，做这，守着，做这，买本不給，煎炸外贼，煎炸別標，微波熬煮牛內醬，料理層，就是半層。你手在那里防着这个外贼，09，今後做這，買本煎炸別標，微波熬煮牛內醬，這樣子成。有面分散幾個國家，也要托付我們有面努力向上，誓不怠我，祝願有面學業有成，走向文明進步，永享幸福平安，海來能量保海，海來保面平安。